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市长的补选。这个国民党有33个立委转到高雄去补选，去互吴益政来竞体讲，未输是咧集体自杀。陈其迈回应讲，候选人应该都要冷静，无应该讲这种遮尔刺激的话。阿洪口说李美珍嘛批评吴益政讲话欠思考。另外，这个陈其迈早起是甲9位共党的立委徛伫无共的路口来拜票。 像号码，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透早甲9位共党的立委分身到无共款的路口去拜票，讲到吴益政认为国民党33位立委272罗南补选，未输是集体自杀，伊有伊的看法。政党的补选也是正常嘛，那我想也选举剩下2个礼拜，应该候选人要冷静也不要用过激的字眼了这个事件2位主角，国民党的李美珍、民进党的吴益政2人共同出席一场动土典礼，敢若握手尔，无互动，场面看起来有淡薄仔眼忧。应该是对政策去讲，不是大家明明错了，大家把整个火车头继续撞了，继续自杀。我们还是以行销38区为主要的目的。那38区行销到了，那我们的团结就是团结，也不是说他们团结就团结。 高雄市长的补选战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，候选人拢唔惊风雨，为透早到暗时拢无用拜票。党中央嘛全力动员拼补选，展现团结的精神。